后来乡亲啊，过来这位华人的乡亲住伫个佛祖家，伊伫个殡仪馆当着馆长施振伟的面，指控县政府无甲因通知，无甲因撤离，这害伊的老母亲伫伊的目睭前，互大水冲去往生。啊，施馆长甲回讲有用广播车来放送，但是男主讲伊的妈妈耳孔真重，根本就听袂到。伊今仔日再度接受到访问，是讲甲伊伫插七目屎。啊，另外，互人心酸的是，伊的即辈阿姊嘛伫即届往生了。昨下晡，这个查甫人伫殡仪馆当花莲县长施振伟的面积极捐躯。指控县府无通知撤离，这意思伊的老母亲伫伊的面头前，互大水冲去。我还是紧紧抓着我妈的手，我说她不知道怎样把我的手拨开啊，不让我跟她一起走的样子。红采访的时阵，想起当时的情景，目屎共目镜，查某人真正就想要救因老母。要过大水无情，伊真正无再调救，因为就连伊家己也拢受伤。我遗憾的就是说，为什么都没有人通知我们撤村？上面的那边的你就叫他们撤村，为什么我们下面这边都不来讲？查甫人艰苦到流目屎，不过气愤的情绪原在，也不过搁较济是无奈。因为这个疫流以外，嘛老母失踪。金足研究手机内底名单，查甫人想要找看卖啊，敢有家己即辈阿姊的名字。虽然因无大做伙，也不过同款拢住伫即个灾情严重的佛祖家。一卡的蛇箱啊，内底拢是遗体地啊，互人看到真艰苦。环境伫殡仪馆无用到相关告示，因为检察官准备要来验尸。啊，那这个姓刘的查甫人也希望会当赶紧等到即辈阿姊的消息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